每日讀經靈修系列，靈動每天。耶利米書下第21日，埃及的故事。閱讀經文：耶利米書43章1至13節和修本。選讀43章1至2、8、10節。耶利米向眾百姓說完了耶和華他們神一切的話，就是耶和華他們神差他去說的這一切話。何沙雅的兒子亞撒利亞和加利亞的兒子約哈難，以及所有狂傲的人，就對耶利米說：你說謊！耶和華我們的神並沒有差遣你說，你們不可進入埃及，在那裡寄居。在答比匿，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，說：對他們說，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看啊，我必召我的僕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前來，安置他的寶座在所藏的這些石頭上，他要在其上支搭華麗的帳幕。43章1至7節。當耶利米先知向約哈難一伙嘅群眾宣講耶和華嘅話，警戒佢哋唔好落去埃及之後，呢一群人極為反感，怒罵耶利米係講大話。我哋留意第一節，重複強調所宣講嘅係耶和華他們的神差遣耶利米去講一切嘅話。呢個正係要去回應42章5至6節。呢一幫人曾經鄭重嘅起誓，要聽從神差遣耶利米所講嘅一切嘅話。既然佢哋所求嘅神諭已經出現，點解出爾反爾呢？原因再明顯不過啦。佢哋根本無意去聽取先知向耶和華嘅代求，只係期望先知認同佢哋下到埃及嘅決定。呢個群眾已經被沖昏頭腦啦，竟然認為巴錄係親巴比倫嘅分子，挑唆耶利米，害佢哋被殺，或者係被擄到去巴比倫。試問當人係執迷於自己嘅決定嘅時候，仲有屬靈空間去順服耶和華嘅話咩？第4至6節強調所有人都唔肯聽從耶和華嘅話，留喺猶大地，顯出佢哋係幾咁頑梗啊！呢個係包括約哈難一伙嘅幸存者、眾公主曾經被擄到去摩押、亞捫，然後後來歸回嘅人，以及猶大境內嘅窮苦百姓，全部都被帶到去埃及嘅答比匿。然而佢哋雖然不滿耶利米同埋巴錄，卻係將佢哋兩個帶上，以免佢哋留喺猶大地節外生枝。雖然耶利米係被逼前往埃及嘅答比匿，但係呢一個係無咗耶和華嘅話臨到俾佢。佢喺猶大人面前攞咗一嚿大石，埋藏喺答比匿法老宮殿嘅門口嘅鋪路石下底，宣告耶和華以色列嘅神必使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到埃及，並且將佢嘅寶座設喺所埋嘅石上。呢個象徵猶大眾人視埃及為避難所，耶和華卻係要使用巴比倫王作為工具，征服埃及，燒毀當地神明嘅廟宇。正如42章神諭所講，強行逃往埃及者必遭災禍。讓我哋一齊思想。第一，被逼去到埃及嘅耶利米，神嘅話仍然臨到佢，呢個顯明神係點樣作工嘅呢？第二，透過42至43章，你睇到耶和華神係一位點樣嘅神呢？第三，當人心裏面已經有定見嘅時候，神會點樣去引導啊？請參考42至43章。
回應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你嘅照管係全備嘅，我哋又使乜擔憂呢？求你保守我嘅心思，使我識得倚靠你嘅引導。奉主耶穌嘅名禱告，阿門。